2001年中德顺以消防人员报考人数一档比一档下降，烦恼未来5档可能降无到1000人，烦恼将成为社会安全问题。就出来探讨消防人员的待遇以及装备顶面的不足，特别以新德火警2位消防人员因为通讯系统失灵等原因，互因损失的危害。进一步要求市长动用第2预备金来添购救灾人员伫火警第一时间的定位系统。我们可以透过无线电来回报指挥官，我现在相对的位置跟方位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呢，这个是如果他们进到火场，其实透过无线电以外，其实没有其他当跟抗外界联系。那得刚刚讲，他们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属于半失联啊？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收集，因为现在 AI 很发达嘛，我们在想收集从他身上发射出来的一些讯号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也以保安委员会召集人的身份，在这边我要拜托市长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尽速的来采购救灾人员即时定位系统？那这套系统呢，目前也是消防署正在积极的在推的一个新的消防装备啦，新科技消防装备。那目前我知道的是，他们要补助要到2027年。他们才会补助地方政府，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一次新竹晴空会的事件来提早。台湾以保安委员会召集人的身份来争取消防安全，嘛对着国道8号安定段竟然搁爱停红车灯的离谱，已经成为南科通勤民众考试埋怨的焦点。对此，市长回应，这是当初兴建的时，立委施加压力，嘛高度怀疑是差土地。所以无奈表示，现在交通部已经打算开230亿做空桥来改善。咱的新闻，军职林英庚采访过的。